谢主，我们有相聚在一起来敬拜主耶稣。感谢神的拣选，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上帝的殿中来赞美至高神主耶稣。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再一次经历神的同在，再一次经历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一个时刻是你过不去的低谷？但神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有没有一个时刻是你放不下你心中的忧虑，但神却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他。这个世界很多变，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谢谢神的爱对我们永不离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盼望都在神的手里。我邀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好不好？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篇第7篇第17节，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8篇1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篇第7篇17节，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8篇第1节，神的话充满希望，神的话带来盼望。因着耶稣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也因着耶稣的爱有了教会，让我们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主耶稣，好不好？我邀请会众，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来敬拜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爱你，胜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光中你走向我，所以说你点亮我们心里的黑暗，点亮我心里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
抱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所以说，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胜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所以说，我们一生都来渴慕你，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一起同声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身边所爱的人献上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吸引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里常常有你，求你的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你是我们的依靠。求你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你是全人的救赎者。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重担和忧虑。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主啊，但我们仍然要来依靠你。主啊，因为你必定为我们开路。我们要来宣告，你是我们路上的光，不叫我们的眼前被我们的困难来辖制。主耶稣，帮助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是更深的来渴慕你，是用尽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放手交给你，你就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充满盼望。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有恐惧，我们在经历病痛，我们心里有忧伤，有正在经历伤痛，也有正在经历病痛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找不到出口，但你说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诗歌，你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要来感谢你所赐的信心，因为你的光要照亮里面的黑暗。让我们有信心的来大声宣告，我们仰赖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信靠的是全能的大君王，带领我们在逆风当中，仍然靠着你的话语，用信心来翱翔。主耶稣，你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洗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就要靠着你的话语，生命就充满平静和安稳。因为有你，我们不再是一个人，我们生命就不再孤单。主耶稣，你拥抱我们，就如同至宝在你的怀里里。主耶稣，谢谢你，你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学习你的智慧。主，我们仍然软弱，主，但是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在你的里面，我们不致缺乏，让我们的生命是超过一切的渴慕你。谢谢主耶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基督的生命所求的，阿们。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所以说，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让我们
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所以说，我们来赞美你，你是充满荣耀的。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尊重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中荣耀，万民敬拜
所以说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满有尊贵的神，你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开路者。你要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你的圣灵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生命里每一个挑战，让我们有力量去坚守你教导我们的真理。主啊，求你为我们开路，带领我们跨越我们心中的绝望。所以说，我们来敬拜你，你是至高神主耶稣。所以说，你的运行在这里，你的同在就在这里。舍己的神，你是充满荣耀、尊贵能力的神。阿门。主啊，在我们失去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开路；主啊，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你就赐下盼望；主啊，在我们迷失的时候，你就指引我们生命中的道路。主啊，因为你是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主耶稣，你就运行在这里。主耶稣，你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要大声来宣告，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所以说，你运行在这里。其实我看不到你的运行，其实感觉不到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的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的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即使我看不到你的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的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爱路着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爱路着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爱路着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我神。你是爱路着新生机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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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这就是我神，这就是我神，这就是我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是开路者，是我们生命的开路者，我们家庭、我们教会、我们国家的开路者。主啊，我们要渴望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得到你从天上来的恩典，我们要在这里诗歌荣耀你，也要敬拜你，也要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启示与造就。神啊，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启示也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在这边聚会的或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到你满满的恩典跟祝福。神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当我们开启心门，让我们臣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将大大的恩典、恩膏、满满的祝福赏赐给我们。神啊，愿今天的敬拜是荣耀的敬拜，是得恩典的敬拜，也是主赐福的敬拜。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圣经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4章7到30节。你邀请弟兄姐妹，对不起，
邀请弟兄念耶稣的对白，就是绿色的字；姐妹来读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就是红色的字。深色的部分旁白我来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因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对耶稣说：耶稣回答对他说：妇人对他说：先生，耶稣对他说：妇人回答对耶稣说：耶稣说：妇人对他说：耶稣对他说：妇人对他说：耶稣对他说：正在这时，门徒回来了，他们对耶稣正在和一个妇人说话感到惊讶，可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他们就出城来到耶稣那里。圣经读到这里，愿主赐福听从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请志强小组献诗，献诗完请高牧师证道。今天高牧师分享的信息是在你里面涌出活水。万物都因你欢喜，所有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我们的自强小组啊。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的陈宏兄拿了一个乐器看不懂，他一个人就一个乐队了啊。也谢谢我们的陈宏兄，带领我们敬拜感谢主。我们等一下我们的自强小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要离席要做服侍了你们等一下可以自由来移动。阿牧师先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就邀请高牧师要来做属灵的分享、正道的分享。我们教会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邀请我们的台南大专中心来我们做分享跟报告。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有时候牧师要担任不同教会的小会议长，那可能会在年初就要去外面的教会主持他们教会的就任式，因为有同工要就任，像我们上个礼拜一样刚好这个时间可以请高牧师来为我们做分享。那第2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希望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开始来关心大专中心的事工。大专中心的事工当然有2个主轴，一个是他们经会上的需要我们能够为他们做奉献，让他们能够在年初的时候就有经会可以运用。那第2个更重要，就是要唤起每一个弟兄姐妹关心大专的事工一个是他们在台南地区10多间这个大学里面的辅导跟服事那有熟过的同工一起来服事。那更重要的是，也唤起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大专的青年我们自己的子弟，无论是在外地读书，或是有外地来我们这边读书的，或是我们自己的青年在自己本地，我们都能够关心他在很精华的大学的这个年代，能够有很好的属灵的造就跟栽培。那大专中心就担任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教会自己本身要怎么样关怀大专生也很重要。那我们就邀请高牧师，他用主的话语来勉励我们等一下也有我们教会自己的青年就是我们的玉祥要来做分享。我们来拍手欢迎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主的恩典让我们大专中心又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4章，读了一段非常非常长的经文大家辛苦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对谈。这其实是在当时候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2族人，也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在100多年来，他们有政治跟宗教上的冲突，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来彼此仇视，互不相往来。所以今天的经文说，耶稣进到撒玛利亚去，在那边在一个水井的旁边遇到一个妇人，跟他来讲话，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场景。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我们会发现说，犹太地是在南边，加利利地是在北边，那撒玛利亚就是夹在这2个地方的中间。通常犹太人如果要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们宁愿顺着约旦河的东边绕过去，也不愿意进入撒玛利亚城。但是耶稣在经文里面，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了。或许是因为他赶时间，为了要赶路，所以他直接的切入撒玛利亚的城市里面，在那边遇到这个来中午取水的妇人。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更吸引我们的其实是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也就是刚刚我们的执事邀请我们男生女生分开念的这一段的对话。这段对话不知道你念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说，
每当妇人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用一个摸不着边际的方式在回复他。他们两个的讲话好像永远都对不上频率，好像是在鸡同鸭讲一样。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看这段经文。妇人在取水的时候，耶稣突然主动的攀谈，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显得有一些防备。他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为什么要向我要水喝？”妇人她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去标记了这两个人不同的身份，也是标示出他们两个种族之间对立的这种状况。其实，在四下无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被一个犹太的男子主动的攀谈，好像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妇人难免会觉得有一点备受威胁，觉得说这个人到底要对我做什么？不过，让我们感到更诧异的是耶稣的回答。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以及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他也会把活水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妇人，你肯定会觉得眼前这一位男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对不对？这个人他很口渴，他要请求我给他一杯水喝，但是这不是求助人的姿态吧？如果我们要请求别人的协助，我们也要跟人家说，那个因为我真的在赶路所以我的嘴巴好渴，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喝？这样子说明原因，或许他还可以拿到那一杯水。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他的姿态摆得好高。他说：“你若知道我是谁，我就要给你活水。”再来是耶稣的回复，正好证实了妇人对犹太男子的印象。因为撒玛利亚人长期受到犹太人的歧视，而耶稣正好又这样子回应，所以他们就开始筑起一个彼此防备的高墙，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妇人的心中的怒火或许有一点被耶稣给激起，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这口井是我祖先雅各所设立的，我们历历代代都在这里取水，难道你还比我们祖先雅各还大吗？”耶稣面对这个问题，一样不愿意正面的回复，他反而开始宣传他所说他自己所有的这个活水的功效。他说：“喝我给的水的人就会永远不渴，因为我给他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不断的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妇人就跟他说：“先生，请给我这水，使我永不再渴，不用再跑这么远来取水。”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读到结尾的时候，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妇人最终还是顺服耶稣了，所以他跟耶稣要这个水来喝。但是其实如果照我们刚刚读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妇人没有被说服，这个妇人的回答相当的有智慧。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拿不出你所说的那个活水的话，那你说的谎言自动就会戳破了。这两个在刚刚的这一段鸡同鸭讲的对话当中，你有发现其实他们围绕着一个关键字在进行，这个关键字就是活水。这个关键字就是活水。一般而言，我们如果说这个水是活的，意思就是指它是流动的，一直有在循环的。但是这个活水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我们晓得人体有70%是由水分所组成的，一个人如果流失20%的水分的话，他的生命会有危险的。水对于人而言是非常必须的资源，所以这活水也可以做
维持生命的水的意义。对于生存在中东、水资源比较少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或许会更清楚水会带来生命的这一层意思。在经文当中，妇人跟耶稣都说：“我有活水。”这两个人确实有活水，只是他们所有的是不同的活水。妇人所有的活水是干净的、可以喝的水，这个水可以满足人身体的需要。耶稣所有的水，却是可以滋润跟喂养灵魂的活水。这个水，它要满足人的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需要。在这个对话里面，妇人她眼看耶稣就没有打水的工具，实在不了解他到底要如何舀起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活水。但是耶稣却借着他跟妇人的对话，他们两人的攀谈，开始要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水给赐给他。经文的第16节，耶稣开始谈起了妇人有关她自己丈夫的这个私人的对话。妇人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所有的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的这个事实，被耶稣给指了出来，使得这两人的对话的那个权力关系有所改变。耶稣本来在原本势均力敌的这个对话的权力里面脱颖而出。弟兄姐妹，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我们将要看到这两个人的角色对调。现在要换成是一位心灵渴慕的妇人，要来向耶稣取那个滋润生命的活水。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所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敬拜是在这山上敬拜，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关于这个敬拜的纠纷，正好是他们这两族来长期的冲突所在。耶稣怎么回应这个妇人？耶稣跟他说：“敬拜不是看人遵守什么样的传统，也不是看地点。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妇人问的问题，正好反映了撒玛利亚人长期的信仰的处境，长期的被质疑，长期的被否认，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有一点撼动，他们的所信的、所敬拜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妇人她非常的灰心，她甚至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跟耶稣说，这件事得要等到弥赛亚来才有真正的答案。也就是说，除非弥赛亚来回答，否则这些质疑的声音将永远不停止。所以当耶稣跟他说：“我就是弥赛亚，这个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妇人她马上抛开了她手中取水的工具，到城里邀请她的邻居都来见耶稣。弟兄姐妹，经文将活水还有敬拜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其实是在暗示我们，人如果要使自己的心灵有办法时时的更新，就得要依靠真实的敬拜。而真实的敬拜，唯独靠心灵跟真实来跟上主亲近。我们或许会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今天在经文当中，妇人的行动刚好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28节记载，妇人她到城里面去见证耶稣。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提说这个妇人她为什么在一个不合理的时间点里面去取水。这个时间点就是中午。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看我的这个阿公阿嬷，他们要去这个田里面工作的时候，都会挑选2个时间。一个时间就是清晨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的升上来，所以在微光之下，他们就赶快出去耕作。做到快要中午的时候，大概10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很热了，
他们就赶快回来休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这个阳光快要下山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他们又再出去继续耕作。取水应该是一件出众的工作吧？这个妇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正中午的时候，太阳很炎热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取水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不想要遇到人。取水是一个很容易遇到水井，是一个很容易遇到别人的地点。这个妇人她选择中午去取水，因为她不想要遇到人。为什么她不想要遇到人？或许是因为她过去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的这件事情，让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扰。也因为这个过去，让她不愿意跟社区有什么样子的连结，她切断跟社区的联络，致使她用躲藏的方式来生活在他们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族群里面。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他怎么做，他用他最不想要提起的事情来见证自己与耶稣的相遇。在经文里面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生平所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或许这个人就是基督吧。是耶稣给了这个妇人力量，他跟耶稣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妇人有了力量去面对他生命当中最不想要触碰的那一块阴暗面。我们晓得，一个人如果要面对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或许我们已经为了这个课题奋斗了许久，仍然持续在奋斗。经文里面的妇人也同样在挣扎，但是借着与耶稣的相遇，妇人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甚至借着耶稣基督，他重新诠释这些软弱对自己的意义。从今以后，这些软弱不再成为他生命里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变成他与耶稣相遇的记号。妇人用自己最软弱的部分来成为见证，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学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主，没有别的办法，唯独依靠耶稣来面对自己生命的限制。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面对上帝。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父所要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最软弱的地方，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新的意义。因为上主的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涌出，更新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福音的意义。今天如果按教会的年历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耶稣受洗的这个主受洗日。我一直在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他谦卑自己，让施洗约翰来替他洗礼，事实上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真实的面对自己。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认同自己是人子，认同自己是成长在拿撒勒的一个平凡的家庭，所以他如同群众一样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想正是这一份对自己处境还有根源的认同，使人更加明白与体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意义。耶稣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有圣灵像是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致使他开始在这世上传福音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会因着社会的影响而不愿意欣赏自己的根，甚至我们想要将自己改变，
同化成那一些在社会上比较能够被大家认同的模式，认同的那个样貌。歌手巴奈，他是一个拥有卑南族还有阿美族血统的一个原住民，然而他却生在那一个不说母语、不承认自己的种族比较方便的台湾社会里面。直到26岁的时候，他才被一个问题给惊醒。这个问题是什么？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问他说：“请问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你除了汉名之外，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巴奈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就是他族语的名字。自此，他开始找寻自己的根源，他开始探索他的原住民的背景，他开始认同他原住民的背景。往后，我们时常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巴奈，他常常是站在原住民运动里面最前线的那一位。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当人依靠上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认同自己的根源跟处境的时候，人要从上主里面领受一个属于自己非常独特的呼召，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对自己生命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贡献来获得的这个使命感，有一幅更加清晰的图像。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带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他喜悦我们每个人都来得到这活水。他邀请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上帝。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让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涌出来。经文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正好就是这个信息的活见证。现在轮到你跟我，我们愿不愿意，如同这个妇人跟耶稣所说的一样，主啊，请你给我这水，使我永远不再渴。愿上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能够被他来引导，真实的将自己交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祈祷。上主，有时我们存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受许多的声音给影响，我们看不清我们脚下所扎的根是源自于哪里，我们只看见这个社会的期待与价值，如同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渴望也期待穿上那一件的衣服，得到众人的喜悦。主，但是你要邀请我们去好好的欣赏我们的根源，去看看我们所拥有的处境。你要邀请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心里一直逃避、一直不愿意碰触的那个黑暗面，因为你说，人唯独依靠你来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才算是真实的敬拜你。你所赏赐的活水，要在我们还在挣扎的过程里面，就涌入我们的生命，陪伴我们去走这个过程，让我们从此可以明白圣灵的喜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水的喜是悔改，主你所带来的喜，却要为我们开创出新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用你所赐的活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经验这圣灵的喜，让我们能够真的在里面改变我们自身，转化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社会。主，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接下来我把时间给我们的同学玉祥，让他来分享这个学期他在道恩中心的学习。好，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玉祥，是今年刚来到台南大专的新生，也是在提摩太的青年，目前在成大团契以及宿舍部。今天呢，
其实是我第2次的报告，然后又是回到我非常熟悉也看重的富强教会。感谢大家给我机会，我也真的蛮紧张的，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以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聆听我在大专第1学期的学习。首先，我是怎么来到台南大专的？在我高中时，与提摩太有2位要好的朋友，礼物还有小韩。大学时，我去到遥远的中原大学，看着他们在台南大专的一些故事，丰富的学习，让我也有了向往。所以，当我到成大读研究所时，就决定也来到这个居处，想像他们一样在这里成长。因此，我也在来的第1年就直接进入了宿舍部。我想先向各个会友坦白，其实我是离开过上主的。我曾经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而对上主感到失望，只是大学最后1年有在发生一些事，那我愿意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群体里。总之，我是抱着我的一堆议题，很脆的来到台南大专，而且呢，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我到底有多脆。这怎么说呢？这就要说到我这个人总是抱着许多理想、理论来与人相处，可能就是这样，我也才会去读物理系。我常觉得，在关系之中，若是彼此能好好坦诚自己的软弱，能够诚实，通常关系就能筑起一个空间，升起一股暖流，使人们愿意好好和解，会愿意看向彼此的成长经验，而得到最大的原谅。讲得还蛮好听的，可是我这个个性，让我与大专的朋友之间有了摩擦，就容易发生那些令我非常痛苦的事。在那些痛苦破碎之后，我也才体会到上主对我的提醒。原来，我其实是把我的软弱做了包装。我自以为我在诚实，以为在做一个真诚关系的邀请，但其实是在以自己看作好的理想世界来控制彼此，是一种骄傲的软弱。而我原本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软弱，我也没有办法想到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个软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学期一大专发生的种种破碎，让我似乎找回了一点我的上主。当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底层仍然是想对这世界做控制，仍然以为能单靠自己，以我的眼光在看这世界时，上主用他的方式教训我了。我也才终于愿意放下我的执着，带着自己无法承担的软弱，回到他面前，令忧虑被他所怀抱，意识到这世界的控制权从来都在上主手中。就如约伯最后一样，你所赐给我的，你理当能挪去。无情又慈悲的上主打击、教导、扶持我们，叫骄傲的我们学习谦卑。这就是在第1学期我于台南大专最主要的学习。可是话说回来，大专究竟作为什么样的角色呢？大专对我而言，正是有着一个空间，是辅导、同学、活动承载着在信仰中浮沉的我。在这里有了许多绘本、读书会、查经班。绘本以温柔的方式引导我在故事、图像中发现我自己。读书会承载了我原先怀疑的信仰，让我尽情的去讨论。这学期我们读天堂有什么好期待的，认知到原来圣经中的上帝国不是单纯的天堂这么的简单。查经班对我仿佛如一面镜子，将我的怀疑、遭遇、处境，透过讨论与经文连接起我的信仰经验，让我慢慢接近心里那位朦胧的上主，与其对话。正因着大专的这些滋养，才使我这个急于控制世界的少年得以被安放，使我回到个人生活后，万事互相效力，得着爱神的人所拥有的益处。我想，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他们需要离开上主，因为这是他们诚实的开始，这样他们才可能会慢慢发现，哪些其实是自己在用表面的信仰答案捆绑自己，他们才能慢慢拥有灵敏度。但是，他们又需要自己主动回到上主，去回应内心的怀疑，进一步回应上主对我们的邀请。就像是我的故事，终于发现自己无法控制这世界，学习何谓顺服。所以我想，大专的事工价值，正是承载我们这群懵懂、叛逆、躺平的青少年，有着一个空间去诚实冲撞，那么有机会与自己真实的上主相遇。而讲到这个不容易的事工价值，就势必要感谢各个会友，是因为教会里每个人的奉献，我们这群青少年才得以好好成长。台南大专是个特别的地方，若大家有兴趣，欢迎打开周报中的特刊，认识我们。若你被我们的故事所吸引，其实只是一杯 7 的咖啡，也是非常大的支持。可不要小看一杯小小的 7 咖啡哦，大学生哦，可是常以咖啡度过无数个夜晚啊！没有啊，开玩笑，当然是开玩笑。该睡觉的时候就要去睡觉，才能够身体健康。总之，奉献并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是在这里好好分享我们的故事，将我们的价值传达出来，是在为主做见证。不过当然，故事始终都还没有结束。我真的找回属于我的上主了吗？其实还没。而对于大专，其实我还是新生，还有许多故事正在与等待我去经历。讲回我这位富强教会的青年，现在我会固定1个月回来一次，为着回应内心的一些信仰议题，去各个地方晃晃，去大专主日、不同教会，累积不同的眼光，期待最后能够安然回到这里，这个最初使我信仰萌芽的教会。教会一直都是我的根，是因为有的教会的种种，我才拥有我现在的模样。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曾经那个离开过上主的孩子，我回来了。我会像雅各一样，持续与上主摔跤，去得到上主他所要赐给我的沉重的祝福。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谢谢高牧师的美好的信息分享见证，也谢谢玉祥同学在我们当中将他的内心的感动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每一年年初都会为我们的大专中心奉献哈。如果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发现说好像没有准备，也不用客气，我们可以把奉献袋带回家哈。那下个礼拜一起参与这个奉献。那我们谢谢玉祥同学的分享。玉祥就是我们教会的荣安兄哈，还有慧文姐的公主他们的父母亲呢在这边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好，谢谢。我们今天有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大专的同工同学也一起来我们当中，叫做古成佑，成佑弟兄，好，欢迎你。他是我们台南的大光教会的青年哈。好，大专的事工永远需要我们的关心跟祝福。我们知道大专4年是人生最精华的时期啦。那以前在牧师的时代，大专生好像就是天之骄子，因为很稀少、很稀有。那现在是大专，是很多很多大专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学习。但是更是重要是他们在这个信仰，还有品格，还有包括价值观的形成期，期待我们为他们的代祷关心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哈。那每一个大专生都能够成为神所赐恩典的子民，也能够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多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不过回应诗歌之后呢，我们需要
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就任式，就是我们的子兰执事他今天要举行就任，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请会友会友也要参与誓约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第一堂礼拜，今天特别在第二堂礼拜，请现场的会友来誓约。我们请敬拜同工也能够拿麦克风一起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在唱完之前，请子兰执事到前面来，我们要来做誓约，来就任的事。每一天我需要你。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再一次，请子兰执事准备来就任。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我们感谢主。子兰执事呢，他已经担任过一任的执事，也一个轮休。那今天很特别那么其他同工已经都就任完成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子兰执事就是单独来誓约，也是很棒的体验那牧师呢要用这个礼典文直接播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宣布的词句是什么也请等一下由我们的子兰执事先来做誓约回复，然后会友也要一起回复。之后呢，我们也请小会员预备要来做接纳握手接纳以及照相我们先来看这个礼文，由牧师来控制就好现在小会奉父子圣神的名聚集，要设立张子兰为教会的执事。其实教会曾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我们也拣选人来协助牧师和长老，让他们专心侍奉上帝的圣道及圣礼。这个时候要请子兰执事来回答我所问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的文字来回答一，你愿意要领受执事的职分，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我确信。阿们。
你愿意做富强堂会的执事，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为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荣耀归于上帝。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阿们。第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中唯独他是主，凡有关教会的事务，当依靠他来处理。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阿们。第四，你愿意顺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规则吗？我愿意。阿们。我们自然只是一个人的声音代表全体的声音，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请会众起立来回复牧师所问的。你们请大家起立。这个时候你们的回答声音不能小过于自然之事好不好？好。你们已经选张子兰来做你们的执事，你们是否诚心诚意接纳他？阿们。他替你们办理教会的事务，你们应该尊重他、敬爱他、为他祈祷。你们是否愿意这样行？阿们。关于维持教会的秩序，若彼此有过失，应该禀告小会处理，不可到处宣嚷，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是否愿意这样遵守？感谢主。牧师这个时候来为子兰执事来祝福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子兰执事，他成为你的儿女，也愿意委身来服侍教会。无论是他担任执事所协助的事工，还有在担任小组长、幸福小组，努力来传福音，来牧养羊群，也推动了48福音事工，来跟社区的民众、小朋友来接触，家长来接触，来认识神。主啊，你将这样特别的恩赐跟恩膏赐给他，让他在服侍你的时候，满满有神的能力、恩典跟智慧，赐给他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以及服侍你的恩典，也能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榜样，带领我们一起看见神的国度更加的开阔，更加的扩展。我们将子兰执事交托在你手上，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用祝福也代祷的心，托住子兰执事所做的服事，以及所有的长职我们所推动的事工。感谢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一同心服侍神的团队，也看见神的荣耀，你的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时候牧师要来做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为富强堂会的执事，并向会众宣告，这个职分是按照教会的法规授予你。现在你领受设立为执事，协助牧师和长老，当存清洁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使上帝的名得着荣耀。阿们。我们用拍手来恭喜，请坐。请子兰执事向后转，请会友请坐。我们请在场的小会员来接纳，也请摄影的同工来拍照做纪念。
我们请执事来主持奉献，还有报告。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好，请拿出周报，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再读一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好，请打开周报。下星期司会就是刚刚差派的张芷兰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请大家自己注意。个人奉献的明细记载在第7页和第8页，若是有问题，请找财务组的同工来更正。我们请看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点，今天是中会大专中心奉献主日，我们欢迎也谢谢高伯恩牧师以及玉祥同学在今天2场礼拜中正道、报告、募款，请大家持续的来关心以及支持。我们也很谢谢本会的李伟区长，多年来担任大专部的部员，请兄姐持续以往的热情，继续来关怀、支持与奉献。第二点，小会报告。今天下午1点半有那个小会会议，请小会员记得参加。第3点，教会财务部事工报告，请各团契、团队、小组的会计资料送到办公室，准备年度的查账。第4点，本会定于2月23日召开定期会员合会，请各牧区团契侍奉团队赶快整理好事工报告，在今天将电子档提交给秀婉干事来会诊。第5页，第7点，教会开始收集2手的衣物，请会友在春节前夕清理家庭内外时，
若有闲置衣物或生活用品，其实不是堪用而已，希望品质是好一点的。好，这是我们多买的用不到的衣服啊，生活用品，请在1月17日之前用纸箱分类装好，送到教会的地下室。其他门徒学校还有读经计划、社区书法班、音乐班招生、哀伤陪伴及婚姻关怀事工消息，请自己看。那刚刚书法班的班长特别来讲说，他们写了很多漂亮的春联，挂在1楼大厅，等一下欢迎大家前往免费索取。其他的补充报告，我们请牧师。好，谢谢。我们的诗会很有创意，刚刚我们演了一出剧啊，这是男生代表耶稣，女生代表我们的撒玛利亚的妇女哈，这个很棒的读经经验哈。我们在小组还有我们自己个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圣经活化哈，好了影像化这样子。那牧师做一个补充报告，主要是我们看投影片哈。我们下个礼拜开始，19号开始就要为期有20课的门徒学校的课程啊，我们真的很鼓励哈，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如果还没有上过这个初阶的课程、第1阶的课程，我们鼓励富强人都能够参与，因为里面的课程真的是最扎实、最基本的，就好像我们在练基本功一样哈有这个基础，我们在属灵上、在服事上、在信仰的增长上面就会很棒的一个成长。那期待如果你时间允许哈，我们有在这个电梯那边有贴了我们就整个课程表。那如果你时间允许，就是早上9点就来，不是11点哦，9点就来参加这个课程。课程完了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啊。玉祥讲的1杯咖啡就会充满活力啊。喝完咖啡再来做礼拜所以整个早上就很丰富哈。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因为我们要准备课本嘛，好手册，所以请你在跟小组长报名，或是请小组长鼓励还没有参与学习的同工报名。另外就是我们能够跟办公室登记哈，我们将统计名单，下礼拜上课的时候才有手册课本可以看。那其他消息我们三营执事已经报告过了，但是有1、2点要特别再鼓励一下哈。鼓励的意思就是我们新年开始都有约定奉献，好，约定奉献就是每1个月1次嘛。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每个月有没有奉献的内容资料，所以我们有一张有一个那个牛皮纸的信封放在我们后面的奉献柜里面如果你是本会的信徒，我鼓励你每1个月就按时有一个感动的心来做奉献哈。所以一年才用1份所以可以要你去那个奉献柜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有没有你的奉献袋哈。如果没有，再请干事拿给你1份你可以填上你的大名我们的财务部会登录你的那个电脑代号，这样查账会很方便哈。这个鼓励大家。那另外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丧礼的消息啦哈，也请代祷。第一个是我们才7月份才受洗的王文秀弟兄他在1月7号蒙主恩召哈，要在这个礼拜6下午1点半在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另外有一位可能我们比较多人认识是林伟勋弟兄哈，他的夫人就是陈玉琪姐在1月9号蒙主恩召，那要在礼拜天来举行告别礼拜，在下午2点，就像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做完礼拜，那大概会场整理一下，2点就要举行。因为前1天有这个文秀弟兄的告别式，所以不能又卡住所以会提前1天做做入殓礼拜。那我们会安排2组长职了哈，长职来协助这个丧礼的进行。那周报来不及报，就是入殓式有一个是在18号的早上8点，那第二场入殓式就是那一天的10点，地点同样在这个殡仪馆的入殓室的8号
8号入殓式所以我们请有联络的长职的团队，在8点有一堂，那10点有一堂，都是在这个8号的入殓式来关心这些家属，那举行这个追思这个入殓礼拜请大家预备心。那刚刚有提到有关那个门徒学校已经报告过。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去年有读完全本圣经的，或是2年才读完1次的，你如果读完了，就跟你的小组长登录一下，或是在办公室登记你的名单另外我们有参与这个抄圣经的，有没有抄诗篇的？你如果已经完成有一张感谢状在办公室，你还没拿到的，去拿索取做纪念那今年我们这个是公报社也许会在推动不同的抄经的资料，我们再跟大家报告。另外，我们也每一个礼拜都会背金句，对不对？有12个金句，12个月。如果你已完成背诵了，由你的小组长或是由教会的长职帮你验收登录了，我们都会准备小礼物奖品来赠送鼓励大家一起做一个很好的灵修的生活所以有抄经、有读圣经、有背金句的，请大家来做登录好，那还有我们这个哀伤陪伴有新的课程要进行了欢迎，还有那个影片，欢迎大家也许你本身不需要，但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需要，所以我们帮忙做引介的动作、鼓励的动作，让他们能够参与。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线上的，时间很方便不用跑来跑去。那感谢主那我们在寒流当中，我们大家都能蒙得神的恩典，大家都有健康出入平安现在可能感冒流行很多了所以有的弟兄姐妹都会把口罩戴起来，也是很好的保护祝大家一切都顺利平安。我们这样报告到这边。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我的神，我的王啊》。唱完后，请高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用他奇妙的恩典保守带领你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亦或是重要的时刻，都持守他的教导，在你们的言行举止、所作所行，一尽显出上主的荣光，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大家请坐。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大家可以跟左边、右边的会友问安。